我想再跟你请教一下，我想再同请教一下，听说房屋买卖要1个月内完成登记，人讲屋嘅买卖要1周年内完成登记，才不会被罚款。请问要怎么办理呢？咱唔爱本人发现，请问怎样嘅办理呢？好的，这份是房屋买卖的流程图及应付文件。好，这份是屋嘅买卖嘅流程图同要附带嘅文件。首先，双方要订一份买卖移转契约书，正副本各一份。亲贤，双方要订一份买卖移转契约书，正副本各一份。正本需贴权利价值1/1000的印花，正本要贴权利价值1/1000的印花，然后再到就近的税务局分局、税务机关，各位再到府区内的税务局分局、税务机关，去申报房屋契税及土地增值税，去申报房屋契税同土地增值税，完税之后，再到我们这边办理所有权买卖登记。完税了后，再到外头也位办理所有权买卖登记。了解。我还要准备哪些资料呢？了解嘞，我还要准备哪些资料呢？办理登记时，请带填妥的土地登记申请书。办理登记的时节，请带填好的土地登记申请书。贴好印花的买卖移转契约书、缴税证明，贴好印发的买卖移转契约书、缴税证明，身份证、印章、义务人印鉴证明、土地权状就可以办理了。身份证、印内、义务人印鉴证明、土地权状就做得办理嘞。身份证、印内、义务人印鉴证明、土地权状就做得办理嘞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我哋咧，按住写哦。这份资料给你带回去参考。这份资料不能带转去参考。这是我的名片，如果有不了解的地方，欢迎打电话来询问。这是我的名片，那是有无了解的素材，欢迎打电话来问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好，按住写。